呢班細路哥天真活潑，唱歌返學。突然間，有一隻怪物從天降下，當堂令到地球上面天崩地裂，使整個城市都陷於火海之中。原來係有一批囚禁咗2000萬年嘅怪物喺度作反。地球上有一個老教授，佢精心設計改造咗一個人嚟抵抗呢啲惡魔。呢個人能夠火不能用，水不能淹，雷不能劈，電不能毀。佢嘅力量能夠敵得住任何嘅怪物。佢就係中國超人。佢一出嚟就撞到蜘蛛怪。蜘蛛怪嘅身體龐大，槍彈不入，能夠利用身體上嘅巨爪，可以輕易咁置人於死地。但係中國超人亦都不甘示弱，立即變成巨人嚟到對付呢個蜘蛛怪。撞到嘅就係長毛怪，長毛怪用電光嚟到對付中國超人，但係中國超人係雷不能劈，電不能毀，又點會怕呢個長毛怪呢？冰河魔怪就係呢一班魔怪嘅領袖，去好殺成性。冰河魔主又派出咗植物怪嚟到破壞成間科學院，企圖毀滅地球。電眼魔女利用死光槍嚟消滅人類。中國超人用閃光刀大戰蝙蝠怪，噴火龍，穿山怪，中國超人。太陽甲嚟消滅呢啲魔怪，孖生鐵甲人能夠放出彈弓拳同埋彈弓頭。而且係百跌不倒。超人係邵氏公司為成人同埋兒童而拍攝嘅一部精心巨片，請各位千祈唔好錯過。